預期2030年落成嘅港鐵屯門南延線進一步連繫屯門居民至市區，而屯門碼頭附近嘅樓盤吸引力會唔會因而增加呢？放盤嘅係268尺嘅開放式單位，位於屯門碼頭湖安街嘅商譽屋苑，係區內唯一半新樓。業主就係21年買入，咁當時買入價就511萬，係啦。咁如果而家嘅叫價咧，即係比起當時嘅買入就大概低咗15% 度。門口旁邊係開放式廚房同浴室。代理話呢個單位維持發展商交樓時候嘅裝修，買家基本上可以即時入住，從而慳返唔少裝修費。由於係頂層單位，樓底會較其他分層單位高一啲。下飯廳連接17尺嘅露台，代理話單位景觀喺區內算係優勝。大概80%單位已經望到海㗎啦，部分得2處嘅單位先係望翻後邊城市景啦，愉海灣嗰邊嘅。咁其他即係開放式嗰邊單位都冇望海嘅，係啊。咁或者譬如一房都係得少部分嘅望海單位，係啊。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要揀啲半新樓而望到海景咧，相信都係得呢一度同愉海灣去即係可以選擇咯。租務市場方面，代理話10月淨係得1宗成交。過去呢2年嚟計咧，即係可能9月、10月之間咧，好多啲機組人員係出嚟租樓嘅，變咗可能上年呢段時間租入嘅時候咧，剛剛好夠1年，咁啊變咗有啲租盤就騰翻出嚟，咁但係一放出嚟就已經基本上又係好快俾人承接咗。代理又指商譽嘅放盤向來唔多，大約有20個，而今年至今淨係錄得4宗成交。始終都係單棟物業啦，咁啊伙數都唔會好多，全部都係得222伙，咁用家為主嘅嚇，咁所以好多都係自住，咁啊冇話即係專登攞出嚟放盤啊咁樣。不過以開放式單位為例，相對適合投資者用嚟收租。有啲係憧憬未來嗰個西鐵沿線嗰個南延站，如果你話南延線，第時距離呢個屋苑咧係2分鐘步程到嘅啫。代理認為商譽嘅價錢較同區新盤仍然會輸蝕一啲。屯門可能啲新盤都係有較為多嘅小型單位啦，開放式啊或者一房，咁相對呢邊個價錢係會較為輸蝕少少嘅，係啦。咁因為嗰邊同埋個面積就會較為大啲啦，咁有啲可能300尺或者300零尺都已經有一房嘅單位。